来姐，切记大大3岁农学班的呢，俺在托工举荐，这都是干女别个女这些英语的。俺你大大月上的呢，四川新切甘蔗保利荣中科张国忠给啥的来别，人民人的学校老张团练里的。这周不来姐，前两把个看咋，俺的看比年轻看更多子吧，前面我没赢。来见看中，俺的同志吧，阿个想把赢。这是马上吧，当天的人都叫所见人过来，二人当部，嘎达图了派出所。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主办方和评委老师再次给我们展示嘉荣文化的机会，感谢此次为我们辛勤付出的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下面我为大家介绍小金线手工制作的腰带。腰带的制作分3步：第一，用线牵在我们的牵线杆上；第二，编织我们的花型；第三，编织图案。图案的编织有梅花形、尖菊花、圆菊花以及吉祥图案等多种图案。腰带的作用是拴在我们的腰间。调节器，我去四处我啊，今天你配比下面他们错罢了，点这着调节器是这样。好，祝贺我们来自四川小金的各位朋友哈！时间到，1分钟的展示也结束了。接下来呢，是我们藏族服饰百科知识的问答。那有2套题是藏语题和汉语题，你们选择什么题？汉语题。好，抽一下。你们谁抽？看看谁的手气好。女儿抽吧。好，女儿是吧？女儿抽。随便抽一张哈。这张是吧？好，请听好题。藏靴鞋底厚实，适应了高原的什么环境？
请回答。崎岖的山路和冰冷的地面，然后减少脚部的损伤和冻伤。回答正确，祝贺。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各位评委老师为1号选手打分。好，现在我们请我们的尤塔拉姆老师。好，现在评委打分完毕，我们请我们的小助手达瓦来公布1号选手的分数。Siamni nga tsunyam de janjing ta tang top kir da. Janjing ta tang yerim top kir na. Jachi jalnga tang Zhang Chung ni tigre de zhe. 85.2分，祝贺你们，谢谢你们，丁志哲。好，请入座，谢谢。好，请入座。接下来我们有请2号选手登台，有请。贵姓这个物质number堂，在这段点别简单 number， 他说通过你别中国大中文连接，汽车店里年年我的社会里用为人修过人，年明了古鲁社的，没明了针对项目社的，地定常过北地可见相对竞争度，安人民了修图吧，新都搞不穷，点点年啥上年纪，整个热点咱们虚呢，年我来准备项目了，江大社的，你来准备地了，国建建设社的，刚来准备地了，说他们家政社的。我来看嘛地了，我正式。驴来看嘛地明了，那不是地明了，家长木正式。他们来看嘛地了，刚来看嘛地，家长两个是。嘛，北京快捷南，20把多年把当，插起2把拉手当，慢点空别用了，这些面对。拉手给南吧，北京不是你别给南吧，挂点起。非常欢迎来自我们西藏天上阿里的普兰县的古儒团队，感谢主。拉手，他报个研究搞个西家的干着都打过心的哒，这个这话这人都不一来的加一来个，不一来个呀，阿起来说啊。好，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网友也可以听听，然后在我们的直播下面可以留言答题哈。这话是这样的我做报个规啦，切去干着都是，做报个监规啦，切去。对，大家用个切这个规有的哇，对了，切去干的也的。切去人家有吧？那是，人家有吧？对呢。天天，平生错吧？平生错吧？那是，对的哇？呀，但做报个监规啦，人家有吧？当平生错吧？等下这些，给有嘛地方门都啊。是东做报个的那个规呢，靠全部，朋友人不在那用花啥个朋友做通打起的，但是用不那个切起的，他做的靠个设计的，点开那就个，人家要把动，平时做把的人的，挂点钱。推荐呢？老师，他们的那个写给南边，干嘛加入？请各位评委老师打分。Re kan pun apa? Siamni nga tsunyam de janjing nga tani bi top kir da. Janjing nga tani bi mjing ti top kir, jachi jab til tang Zhang Chung nga ni ri de zhe. 那时候对这些，那个那么你干说说哇？推荐呢？推荐。咱们的按到3把了，大家都拍入。好，有请3号选手登台，有请。我党延期参动我。 贵州人呢，军政体。那么人家公看啥？我你呢，派有边疆，那就现在从的用为大庭真修安达什么人？俺明了呀，长安南这些，点呢，俺就没的。大庭顶着的国家上不得当对呢，开上超身边，不要的国家主领，从头干顺便拿了呀，看见出城路出去给送当位，咱们人堂这话去，去那么啦，杨家偏了对送。多一些的，要几个，看一些的。 多一些的，加几个，多一些的加几个，看一个的3几区，每日那边该是的，该是呢，该是你呢，每日请个些送当多，接着俺去每日给南阳边部那边这些。老师，搞点钱，对，
拿起现在的片片呀。非常欢迎我这也不写送啊。西藏那曲生扎县的泽旺拉姆，老师泽旺拉泽去的呀。老师，欢迎你们，欢迎。等你今天哥哥这话这来个这个，加给那个都包给那个，包给那个呀呀，大球你谁？呀。对，有嘛的。啊。啊。真的起来是。啊，做个直话直领的检查性一级的，加州草莓样的直话来今年啊。老师。大家看你的南岛个什么的，不给监管动这位当北极些当生。哎呀，他不的监管当这位当兵呢，怕过别落雨空难约，穿南部过雨空难约，是这样的啦。老师，阿罗的买吧是，这不给不的露水弄那些，穿南部的过雨弄那些是的是，要么写的搞成起，呀，咱们那些给南边，看你了，干嘛加入？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两位的得分情况。根本那个，想当初你们的张新儿特森比托克来的，张新儿特森比这个托克，这是张登当张冲你这个人，对不对？对对对。搞成起，啊，那说说啊，想的这些我到一把了，刚才做了培养了。好，有请4号选手登台，有请。克姆斯、詹姆斯、亚索贝巴、祖巴、诺丁库里哥。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下尼汝藏族传统手工服饰，它源于先辈的游牧生活，是适应高原气候。因地理文化的影响，它的制作工艺和用料极其鲜明。它以牦牛毛、绵羊毛等天然材料制成，经剪毛、梳理、连线、编制、燃料等复杂工序完成，保暖及耐用。我的这套服饰中，拔吉袍跟邦颠是我的曾祖母缝制的百年毒品。这个东坡它也有60-70年的历史。这套服饰它承载着牧民的印记与智慧的传承。谢谢。好，非常感谢来自我们九龙县的央金栏目吴小燕，欢迎。对，四川新界杰斯中的贝贝，央金栏目老给我这也不写送。好，接下来是藏族服饰百科知识问答题，你选择藏文题还是汉文题？汉文。好，请选择。好，请听好题：不同地区藏袍差异背后是何原因？请答题。是因为那个地方那个气域跟生产的方式还有文化的不同。好，他的回答是与地域的这个气候以及生产方式还有文化的交流紧密相关。好，回答正确，祝贺。老师，搞正确，咱们的那些给南边，用其他么啦，干嘛加入？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哎，根本那吧，下面那个村民的张新儿特别多克来的，张新儿特别经济多克呢，这是家人啊当张冲这个对的，对不对？老师，多谢谢。好，祝贺，谢谢。下面的张新儿当阿巴拉，刚才投票了。好，有请5号选手登台，有请。사마 저기 될라 나는 단시간 동안 반틀리 로마인 대랑이 결정한 이렇게 얘기가 소와그 소리 중에 소다 치신지나 자기는 가서 봐일 건 고차세 근데인 고차나 덕사가 사격거래나 녀치 어떻게 로데 카시다 담아인 빌르탄 사자 가시나 요는데 고차가 줍차 소운데이나 갈르 차지 자기 딱지 차지 미종 차지 차로 샤총 야교 밀럽 ям펜 혼텐 야친 니 jam나 여긴디냐 또격 세느릿 니냐 쓰샵 세느릿 고차나 소 대당리 줍바시듯 고차 딱슬라 이나 숨여느릿 숨쓱다 죽쓱 구쓱스 요느릿 숨쓱다 구쓱러이나 나고마 딱발리 다다 딱은 하장 그녀느릿 고차 코라나 이나 숨어느릿 니는 고차 세큰 고차 세니 빼마 통칭 그 고차세 숨여느릿 대랑이 현섬 대섬인 사마 같은 지 非常感谢来自我们四川雅江的选手陈烈卓曼丁志行。老师，我这也不写送啊，啊，监管哥哥这话这嘞，建议都不一，不一了，不一呀，呀，不一那来说啊。
我呀，老师。老师，大家切容动讨리모这个动到两个个，等俺的这全世界的差别干是全别个切给这个米啦，这是什个？选气在那里。哦，选给的啦，选切是打到的，呀来要不加速投进去，呀咱们的呢，先给这个南边，这里罗马拉拉干嘛加入？Kamu napa? Siang ni ngatunya mden, jadi orang tengah itu kerja lata. Jadi orang tengah itu jika itu kerana, jadi tang jangchong jadi tigre, tim kerja. Langsung, tentu saja. Langsung, siang的连续on到嘴巴啦，嘎点头了佩罗。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6号选手，有请。 Gupa upi gekin tong demo wali je kang song ngana kamba deken na yongwin je gupa on ta tuba jang yong pzo ya tang zin no ji je zang zhu khile kong lang jari seng ko la chada ma be lo zho ji kong ki khatu ka bo la ma mu ta jin do dar ji se bo se jin na lu ji ngam bo ye ye cha ju ji zagon no ben ge ji so gyu chin se bo pho kla tong ke ma bo chalu jin se wa no ge nga ta ta lu la jing ge se pan da na khang de ge pai jing ge ji cha lu hin ya de na jin na pa wi nyang ten be she tong ni ne na wi li ke sa ji ka se pho jing ge na ren jin ma nyang pa ta ti wa ta wi so jin ji ge chin kin ya 대 마테바 대긴 더 대기를 잡을 때면 된다 가두스 미드 드롭인 더 거를 선초도 혼자 제제 년치지 거네 인도 나 온장 토히지 포모 근지 링게서 동 만 루모니제 징긴들라 전조동 만냥 진지시에 용예비 징기킹第几차作文呢 버려도 넘버给轻松一把 赶紧去 底车大人多啊，非常欢迎来自四川德格的江阳彭措，感谢姐。老师们江阳不错了，但我这要不写的。 这我这里个第三的，建议都不易，不易的呀。哎呀，这俺是说啊，是，大体这个项目动这玩意儿的个，项目图个你妈动，大瓦个任务第个执行参把的是。那任务的荣幸啦，这个动，作为免得参吧。老师，要不来家的，但俺说。 项目图了，你们单位也把那荣勋考了，对吧？都跟的，错了，人民才把个等你这是，连也不加的搞得起。点的是。老师给那边干嘛加入？像那个做年的，咱就要这个比头壳来的，咱就要这个比这个地头壳呢，也是加这个当张冲叫这个的，对不对？ 老师，点这些，样的也是用到，感谢了。等吧。等吧了，配用入。好，有请我们的7号选手登台，有请。比如比像他们这个南巴当都是叫他们来的，这他们他同那这些比中国他们来这些的那些，俺那早些看不明的话，你永远这些把俺看出来人，是等你俺从这么分人不行，咋比说你什么道理，公安人情都可。 说等苦路上边，等你有个东可以引进给把好人的把，那个把忙的就去送啊人的，大地上也那个做咱是可以在去得一成为养股等你觉得得当等你俺做，大咱是跟他们嘛，比如说这个这几年你来人的地上跟竞争的那次要比长命啊啦，也不拿着个人去。老师，我做嘛啦？呀，但我这也没写送啊，干嘛马上你能我这些啥？非常欢迎。 啊，这我这里个第三的，上部建议都不易，不易的呀。哎呀，这我个记得这里了，有的个，但的。那可能在车吧。这我记得的嘞，俺都不把个把手在那的，挖手在那的，他坚强都把啦，检测有了热身，俺都把手坚强都那，检测就有那热身。但是那可能个样把这个拉的你当多啊。老师。 是，等你俺做瓦数那个瓦数个他年前的那做完这些事，等你到瓦数的那就看中国他们跟等着你办的。老师，来也不叫做，既然能在这的事，你哪能俺做个这么多，给老师帮我这边你把要的事，老师投进去。呀，点点子，等你给那边干嘛加入？
想那个中间的，这些到等比头壳来的，这些到等比经济头壳呢，这是价值当张冲特特的，对不对？多谢谢。大嫂，等这些。当阿从人就把按节吧，赶紧投票喽！有请我们的8号选手登台，有请。一个男的主办那么充满跟看的嘞。各位评委老师、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8号选手葛让基，来自四川松潘。我今天所穿戴的一身服装是我的故乡松潘的藏族传统服饰，它包括头上的果然蜜蜡发饰、黄色头帕、奶金藏袍、银腰带、奶钩、罗肩、藏靴。这一套整体的话是已婚妇女的造型，每一位姑娘出嫁的时候，她的母亲都会为她量身定制一套我身上这一个传统的奶金藏袍。每一件服饰，每一件细节都传承着藏族同胞对文化的热爱。我很高兴能把家乡的服饰传承到这里来，希望能有更多朋友认识到我家乡的服饰。谢谢。突厥切，非常欢迎来自我们四川松潘的噶藏基噶斯杰。好，接下来是我们藏族服饰百科知识的问答，选择什么题？选择汉语。好，请抽题。好，我们一起来看看您抽到的题：藏族服饰的实用性体现在哪些方面？藏族服饰的实用性体现在，就比如说我身上这件藏袍，它既可以穿在身上，然后呢，比如说天冷的时候，它还可以当被子。还有就是日常生活中，咱们去就是重要场合的时候，可以把左袖穿上，然后日常干活务农的时候，可以把袖子脱下来。然后的话，这个咱们行囊里面还可以装很多东西。回答的特别好，谢谢谢谢，真的是非常的生动啊。到这里，呀，给那边干嘛加入？Re kan na ba siam nga chunyam de jaji or tak japi thokar la ta jaji or tak japi jingti thokar no jaji jar nga tam changchong tik tik re tin je大嫂，等这些。re zima namba 所见结果热的嘞，奥人当波呢结尾巴士这样都写差的，但是呢，奥人各班呢接触不把这，的呢，同嘛娘这个热灯下起来。